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又搁再一礼拜过去了。今仔来到主的圣日，今仔是3月份啊，3月的头一礼拜，头一个主日。咱今仔日还在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接到这个梦顶的崇拜。来敬拜神，来学罗主，来感恩，来祈祷。咱知影这个疫情还在存在咧。虽然咱过去几礼拜，这疫情有较降落，但是也着小心为做咧大意，因为咱看去世界有一家所在，也阁是非常的厉害，有这个南韩，有每一日有一日是到266000遮多日本有2-3万人一日香港也是最近也是升起来真悬，咱来继续来为这祈祷。咱也是为着菲律宾咱本地祈祷，也有真侪所在。疫情也阁是真厉害，求主怜悯，咱继续为着怀伫病痛当中、伫恢复当中的兄弟姊妹祈祷，为着怀拄着白米的病，继续为因祈祷。有诶每一礼拜也阁去医院咧来接受随信、随药剂的医疗。治疗，求主帮助因，互因出入平安。咱知影这个无简单身躯有这病痛，也得个逐礼拜3摆坐车出去外面，来求主怜悯伊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求神来帮助因咱来继续为因祈祷。求上帝互因信心，互咱心中有主的平安，有主的迄个力量，来引带咱行头前的道路。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虽然疫情仍然的厉害伫逐个国家真侪所在有的人离开世间，但是阮恳求你，甲你的正行你同在，互因无这惊吓的心，乃是这勇敢的心，靠着主的恩典来行这人生的道路。阮知影，这个人生的道路关关家家、坎坎坷坷，无边，但是主甲阮同行，主甲阮同在。阮的上帝，伊是袂独眠的、袂爱困的上帝，因为伊的目睭常常看顾伊的正行里。感谢主，由主继续来供应伫心灵、伫物质上、伫心灵内面的需要，来帮助阮，叫因得到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深切爱主，比钱更深。我竟诚心屈膝，求主垂听，低头祈祷神事，从此更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从前贪爱世俗，但顾
为你如爱其真，为此恳求天父，使我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即或死亡降临，依稀尚存，我仍深应求告，望主慈恩，使我进入天父，永远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生命当中最优秀的品质——爱。咱生命当中有真侪无同的品质的品格啊，但是其中最得重要、最悬的一项就是这个爱。咱知影世界上最得重要的、最得需要的一项物件是啥物呢？就是爱。如果这个世间啊，人彼此之间啊，若有迄个爱，有迄个真真实实的爱存在伫人的内面的时阵，世界顶就减去真侪会战争的代志，无有跩罪恶的代志发生，无有虐待别人、囡仔还是妇女虐待，也无迄不公义的代志，无迄贫穷的、迄饥饿的、无家可归的，还是剥夺人的财产的犯各样各款的在罪恶的行为，人需要迄个爱。世界若无迄个爱，就发生真侪犯罪可怕的代志。真正的爱有法通改变这个社会，有法通改变这个人的心。爱是最得优秀的品质，咱人就去学习。上帝是爱，爱是上帝的本质本性，所以咱若相信神，咱内面就有迄个上帝的本质伫内面，但是也着个需要学习行为来表现。有的人将爱分做4类，这4类头一项叫做热情的爱。有个 Eros Love 是男女迄个热情的爱，还是有的人爱国的心的爱，还是某人对家己国家迄个热情迄个热爱，还是用这啲有的人是对权力、对财富、金钱财富的迄个热爱，有的是热爱名声，有热爱伊感觉兴趣的一项物质物件，所以这个爱是一款 eros， 是一款热情的爱。第二款呢是个 storge love， 就是一款亲情的爱。这个亲情的爱是存伫父母甲囝儿，还是囝儿对父母迄个之间的爱，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对伊的统治者的信任迄款的爱。另外一款的爱呢，就是 philia 的爱，就是讲到这个友情的爱爱情、友情，还是夫妻的爱，还是朋友之间的爱，兄弟姊妹之间的爱，这种爱是一款真疼惜、珍惜的爱，
珍惜别人的爱，将无人记伫心内的一款的爱，我真正会定定想念伊，爱伊好，为伊祈祷，还有另外一款呢，做得悬的高级的爱呢，就是阿加佩 love，这款是无自私的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是牺牲的爱，是心灵上、理智上、交易的意志上、头脑意志上的一款的爱，这个爱就是对方无可爱之处，未值得人去爱，有的人就是去爱，去疼伊。所以这款的爱是什么呢？是一款牺牲、无自私的爱。这款的爱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牺牲的爱，对人的真心的爱。上帝爱踮什么所在表现出来呢？就是伫十字架顶，主耶稣为着世间人牺牲了伊的生命的这款的爱。所以圣经讲独基督伫咱抑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来死，神的爱就伫这来向咱显明了。咱是一个罪人，无可爱，犯各款各样的罪，并且叫上帝为敌。但是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伊独生子耶稣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咱无可爱，伊爱咱，这个才是真爱。甚至为咱来死，为咱牺牲生命，为着要拯救咱的生命。那这个人可爱，你才去爱，这个不是这个是真自然的，就是强拆。伊也是会好爱伊的囝儿、伊的亲人、伊的朋友，但是除了这，伊出去外面，伊若去害人放火，那么这款是什么呢？是罪恶。所以爱分做四款，但是做得高的、关键的，就是阿加佩爱，就是上帝的爱，就是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是伫耶稣的牺牲，十字架牺牲，真正会表达出来。所以神爱罪人，罪人是无什么可爱的，但是上帝爱咯，这就是上帝的爱。来，爱的重要性生命最得悬的的品格，咱昨仔讲的就是爱。最得悬的毋是温数属灵的温数毋是这个 spiritual gift 最优秀的生活最优秀的生活方式就是爱。咱若伫生活伫这个爱内面呢，所做的代志，所想的，皆是用爱，是为着服侍别人，是对内心愿意内心有一款的爱，你愿意甲人分享迄爱，你毋是属灵的温数，毋是最得高级，而是最得重要的爱，是最得重要的。伫圣经中爱甲这个属灵的温数对比有三款的宣告宣判来强调爱的重要性。圣经安尼讲咱来看这个头三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头三节讲，伊说我若会讲万人的方言并且有天使的话语，却无爱，我就食了迄个蛋的螺甲会蛋的迄个钵一样。你毋知捌看到这两项螺是一个圆的有的是平面的，有的是中头碰出来，迄叫做螺果咱就知影是用边头是茶还是白米做，才有一层皮。果咱知影，迄个钵英文普通叫钵，是两边
中头有安尼拿落去，还是一边碰起来拿落去，咱两个纱窗伫咧讲来讲去就发声出来伊讲一个人若会讲方言，万人会晓讲天使的话，若无有爱甲拍鼓在甲锣相同的无意义只有一个声音呢，佫真差伊讲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有法能明白逐款的奥秘逐款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心，叫我有法能移山，将一个山山去若是无爱就算不了什么。讲我若有将所有的钱财去救济穷人，并且舍己叫人烧我的身躯，若无迄个爱也是对我无益的。所以即搭有讲三项，一项是讲方言的一个是讲到有先知讲道的在知识的方面奥秘的。第三项是讲到用金钱去制造帮助迄穷人，也是叫人烧咱的身躯古早时这个咱知影讲到方言是一款的语言世界顶有真侪方言学者有诶讲说，并且天使话，有人讲有一款天使话，人会晓讲伊说若无有爱，咱亲像螺一款他是讲若会晓讲道先知讲道，讲真侪在语言的代志，会明白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有全备的信心。若无，并且有法能移山若无爱也算不得什么，无什么重要若是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却又搁舍己身叫人烧，若无爱，感觉无益处这是讲到为着无一款的这个信仰宗教信仰，而且互人掠去烧一个可能是顺道有一款英雄的气概，有一个迄个执着执着的迄个心态来坚持伊的信仰叫人分析。若无迄个爱无益处只是白白的牺牲了伊的生命丧失伊的生命你若摕钱帮助人，可能暂时有益处，但是伊若无对迄个内心出来迄个，只是暂时的一款的表现暂时的益处，但是对若无爱心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圣经用这三款来宣告无论你有什么款的真侪款的文字若无迄个爱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所以可见爱是真重要的佮说落去，这个爱有一件伟大的行为圣经讲伊说第4节13章第4节到第7节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佮有温慈爱是无怨妒，爱是无自夸，无张狂爱是无做见笑的代志，无求家己的益处，无真紧的发生气，无计算人的歹只欢喜不义无欢喜不义，只欢喜真理。凡事着包容，凡事着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着吞忍忍耐。讲了这4点4项物件是较咱一款的定义，对爱的一款定义毋是无意思的，是真有意思
伊讲到爱的行为啊，是一款私欲推出去的啊。爱是一款的行为，一个人甲别人的相处，爱是一个人叫别人三甲做阵生活做一个彼此相处的一款的方式，毋是用仇恨、用报仇彼此相对待，毋是用怨妒相对待，是用爱彼此相处的一个方式。这个爱啊，是人伫世间生活的一项行为啊，你所做、你所想、你所做的代志，就出于迄个爱，是即款的行为。还是叫别人相处的时阵，你这个环境当中啊，叫无人伫家庭伫公司、伫学堂、伫什么所在，伫甲人相处的时阵，用这个表现迄个爱就是即款生活的见证这就是爱为着要荣耀上帝。佮说落去，伊讲到几项伊讲头一项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是对人的忍耐啦，毋是对环境无好，咱吞忍咱忍耐真久。譬如说中大水咯，会无电无水咯，还是某所在火烧咯，突然徛伫附近的无离变停电几若日，咱就伫遐咧吞忍耐，毋是即款的。所以一搭所讲的这个忍耐毋是对环境的忍耐，是对人长久的忍耐，恒久的忍耐。咱若讲忍耐是一摆两摆的。这个都毋是忍耐，你现在发生气无忍耐是长久的忍耐，才叫做忍耐。你若忍耐一摆两摆10摆第11摆就大发脾气咯，各款的排话，各款的敌对，各款的仇恨出来了，这个都毋是忍耐咯。所以忍耐是啥物啊？恒久的忍耐。忍耐是忍耐真久真长的时间，无管别人怎样对待咱，咱忍耐，无管伊忽略咱，无管伊怎无听咱，还是无好的对待咱，咱是着忍耐。咱无对伊产生一款的怨恨，伊对我无好，我就怨恨伊，我就想要报复伊。这毋对，这个忍耐是毋是生气毋是想要报复的忍耐是啥物啊？是控制家己 ，control 你家己为了要将对方赢过来，就是要帮助伊生存落来，要帮助伊恢复工作，还是帮助伊做好代志，将伊种歹的习惯，将歹的代志，甲你改变过来，叫伊回调过来，忍耐互伊有可能继续改变了，有可能继续服务别人帮衬别人。所以咱中国有一个俗语讲说君子报仇10年也阁袂晚。意思说别人对你无好，你想要报复伊，想要报仇伊，吞忍10年也阁袂晚咧。伊意思就找机会来报复别人怎样歹对待你。那么这个毋是圣经的真理咱就这个做老爸听起伊的细囝讲，说爸爸，这个大兄逐项代志毋去做无要做。找一个工作，无要对店来斗相战，佫定定咧摕钱摕真大条去开，要怎样甲因夹出去，还是怎样还是毋通互伊钱咯？老母这个老爸真有温柔的讲咱听候，咱忍耐有一日你阿兄若醒悟过来，回调过来，伊也是会变好，会重新做人，重新做人。所以咱看，有的人真有忍耐，
就听候迄个时间，想伊有法能改变起来。所以圣经当中啊，对爱甲忍耐有真侪在勉励。咱就加入太5章20节啊，这个高立属灵的价值，其中呢就什么啊？就是有忍耐啊。圣灵所结的价值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真侪项9项。那么哥罗西书也是讲，照伊荣耀的权能，得以伫逐项代志顶面力上加力，好叫恁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甲宽容。咱着欢欢喜着吞忍忍耐甲宽容原谅人。第2项，伊讲到爱是温慈 kind 什么是温慈呢？爱是着有迄个有礼貌的。就向好的迄方面去做好，愿意帮助人做有对伊有益处、有懂用的爱是给予施出去讨人予人，爱是讨人恩惠所以爱毋是啥物呢？毋是怨恨你的对调，爱毋是想要报复。爱毋是要伤害别人，爱着以温慈、温慈。圣经讲以温慈相待，着对人着好，有温，有慈爱。那么，佫说落去呢？爱是无怨妒。有的人看起别人比我较好，比我较侪朋友，比我较侪这个属灵的恩赐，我真侪人真佩服伊，真侪人看重伊，我无像伊发成功，无像伊反侪才情，反有恩赐就对伊无好的态度，或者是看轻伊、怨妒伊，对伊产生一款敌意将伊当作敌人来看待，安尼是毋对。圣经叫咱着爱是无怨妒的，无怨妒的你是为伊着欢喜。你若看到伊有好的优点，有优点，还是有较比我恩赐较多，真有才情，伊办事真认真，真侪人也听伊，甲伊做好朋友。咱毋通怨妒，咱着为伊来感谢主。上帝你求你使用这位兄弟伊真侪恩赐，求你使用伊，互伊诚侪教会甲其他的兄弟姊妹会帮赞荣耀上帝的名。这款就对爱是无怨妒人，着爱伊好盼望伊好盼望伊成功。过来，爱是无张狂张狂的意思因为是 puffed up， 还是叫做什么无骄傲的意思不张狂arrogant 无自负无看悬家己，将看扁别人将别人看低毋通看家己比别人较好较强看轻别人是毋对。爱是着有谦卑认可别人，接受别人尊敬别人所以这是疼，毋通骄傲。佫说咧，疼这个爱毋是做怀见效的代志。什么是见效的代志就是无合理的代志，无合宜的代志还是做代志真粗鲁，对待人真粗嘴对行为真无礼貌满嘴会粗嘴粗鲁对人无礼貌的态度做一件可体的见效的代志，不雅的代志，去伤害人、侮辱人，互人艰苦心，互人真难过心内真艰苦这款毋对，所以毋通做一件见效的代志，不合宜的代志佫说落去呢，是讲到爱是无求家己的益处，就是毋通自私
不求家己益处，这个所在意思就是毋通自私，毋通家己有坚持迄个权利。我本来有权利人做这项代志，这个是属于我的权利。但是你坚持，坚持了就甲人起冤家，还是甲人相冲突。爱是毋通自招家己 ，focus 你家己，坚持我捌做什么好的代志，大项的代志，你坚持你是一个真牛真本事的人无求家己，要是为着是要互人来看重人来为咱拍手来称赞咱爱是无求别人服侍咱是要服侍别人的。爱是着认同别人，接纳别人，你毋是坚持别人就接受我就认可我毋是安尼。爱是无求家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第八项伊讲爱是无经过发生气。你看有的人袂堪咧讲一句话毋对了，就发脾气，叫人冤家，出手相拍，还是怎？这毋对所以有一个希腊文伊这个无经过发生气意思就是毋通批判要反抗有人讲你无好听的话，就批判你的心要来反抗伊、反击伊毋通真紧就发生气，毋通真敏感。有的人心敏感一句话也毋是咧讲你就真敏感，以为是咧讲你，所以就囥伫内面真生气毋对。爱是毋是迄个真容易被人激发迄个生气，真后生气被人激怒起来挑工讲一句话，甲你激怒起来，咱人若是安尼毋通真后生气，会害别人害家己特别是咱伫大城市咧换车，咱爱换车换紧，有诶一辆车甲咱超前overtake 咱真生气，有时叫人嘛，有诶是插中水，有诶是错人也是叫伊拼紧，你比我较紧，我比你较紧要超车还是小可做一件无好诶动作诶时阵然后你就叫伊无好势就伫换车要刹正了，结果有诶情死人咯，有时家己着伤咯，发生出来无好诶代志。所以爱是着会晓控制你诶情绪啦，你诶脾气啦，着会晓控制毋通无缘无故诶就发脾气、生气、骂人得罪人伤害人，也是伤害家己诶身躯。若有人定定发脾气是伤害伊家己诶身体所以咱着小心。爱是无真过发生气。第九，爱是毋是计算别人会歹，别人诶弱点你直直说你这个人真好看你这个有这项歹处，你得了什么弱点无？将伊记咧你诶头脑内面，还是写咧一本簿咧，定定记人诶无好诶所在。其实这个爱毋是安尼毋是定定记人诶歹处人思想怀邪恶诶代志，毋通去想别人诶过错，人毋对，你就将这项代志记较一世人。有诶是安尼讲一句话无欢喜，将伊记一世人，就是到死也无要原谅伊。上帝无欢喜安尼。无怀这个怨恨无要想报复人，这个就是爱。这个爱是啥物？is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着原谅，就饶恕别人有忘记
那件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要赦免饶恕，然后要把他这个坏事忘记了，不要一直唔通常常记伫心内怨恨。第10点，爱是无欢喜不义，怀歹的代志吼，不义的代志，歹代志，咱无欢喜啊，就是唔通直直去想怀怀歹的代志啊，然后唔通啥物咧？别人若犯错的代志，你家己也欢喜，你也毋对啊。别人做毋对代志，你着劝伊，还是为祈祷，还是纠正伊，毋是伊哎呀，伊犯毋对咯，欢喜咯。你两个也伫学堂诶，咧比赛，咧读册啊，拼头2、3名诶，伊若创毋对，你也欢喜，还是叫人冤家，你也欢喜，安尼毋对，爱是不喜欢不义的事情唔通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唔通幸灾乐祸，也唔通去宣布别人的罪恶、别人的错误的代志第11项，爱是无欢喜真理只欢喜真理，好的代志有真理的。咱若读圣经，发现到一个真理，咱感觉也欢喜，甲写落记录落来。若是怀歹的代志，咱无欢喜。所以这个爱也是着欢喜真理的代志，怀好的代志。若有的人看到因升薪金咯，还是升职咯，咱着为伊欢喜啊，因为伊升级，还是因为伊有本事，伊的能力。真配合伊的迄个职位啊，咱就为人欢喜。别人若真正摕到头名，是因为伊真正努力学习得来，毋是去做偷看还是作弊的代志来得到头名，是因为用家己的实力来得到的，你为伊欢喜所以只欢喜怀对的毋通去爱怀毋对的不义的代志。第12项，爱是凡事包容。什么是包容呢？包容是保护甲承担伊的毋对，然后呢，用宽容包容的态度，来接纳伊，接纳伊的毋对，虽然伊有过错，伊有失败的所在，伊有弱点，但是爱。是着用疼心，甲你接纳来包容伊，着用疼心去纠正伊，去感化伊，去纠正伊的毋对，鼓励伊向上，向正的方向去行，来劝伊活到上帝怀抱当中。这就是爱是凡事包容。13项13，爱是凡事相信这个凡事相信是完全的相信伊，虽然伊有毋对的所在，也是咱盼望伊相信伊会好，有一日会变好起来。所以爱毋是这个爱是看清，敢若伊那会毋对，敢若伊那会犯错的代志，咱着看清伊的情形是怎样，来明白。伊的处境、伊的环境，敢若那安尼着体谅伊，来想办法要来改变伊，推活到这个正路内面去，所以这个爱着亲像迄个浪子回头迄个故事当中，迄个做老爸，迄个老爸从迄个家离开了伊拢盼望伊会囝倒来，所以就相信盼望伊的囝有一日会悔改、回心转意悔改倒来所以咱家庭当中有啥物人离开做歹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囝儿，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咱的工作的同伴咱。因若行毋对路，咱盼望伊一日会回心转意倒来。当然着用真侪代价，
用真侪祈祷，用真侪吞论求上帝怜悯，将伊回心转意倒来。第14项，爱是凡事盼望，盼望是常常的盼望爱是无停的、无停止的盼望伊会好，盼望伊会改变盼望是将来迄个好的情形。爱是盼望好的代志会出现最终会得胜毋是图在做得胜，乃是图这个好，用图这个善来得胜的所以虽然有困难，但是毋通失去了迄个盼望总是着想，毋通想说，哎呀，迄个人无救了，迄个人绝望了，无法通回头过来了，咱毋通安尼想法，所以咱常常着盼望伊有好的转变OK， 最后一项呢是爱是凡事忍耐，即代的凡事忍耐就交头前的迄个爱是恒久忍耐。伫即个所在伊讲即个凡事忍耐是坚持落去的意思啦，坚持的吞忍忍耐，毋能退缩，毋能退步。所以即句话较咱就凡事忍耐就是咱就军队坚守伊的岗位来徛咧在来抵抗即个敌人徛咧在毋通失败，就坚持落去。所以无论什么代志，咱拢着怎样吞忍若有听心的人应该着坚持来守牢伊的岗位，袂倒袂失败毋能摆脱迄罪恶落去。所以咱着用坚持无停无退缩的迄个忍耐来继续为基督继续来帮助你，继续来互伊向上亲近神所以咱知影圣经讲有3项，这温数有真侪款，但是其中3项真重要的是啥物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啥物就是爱。信有一日，你有一款的温数信心，有一日无需要这个信心了。当咱伫天堂的时阵信心咱已经成做真实的了。咱敢若着伫世界，咱着需要信心，咱是无看到这项代志会成功，但是咱用信心迄个无看到会成功会成就，这个才着需要信心。但是伫天堂内面信心无欠用了，无需要了，因为咱伫天堂一切代志已经实现了那么盼望呢？盼望咱伫地顶所盼望的，伫天堂也是一项会实现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咱有3项：信、望、爱。那爱呢是永远长存的。为什么是爱是最第一段呢？因为爱是上帝的本性。咱若信主了后，上帝本性伫咱的内面这个是袂停、袂止、袂煞的上帝永远存在。咱信主了后，咱有上帝的性情，咱有上帝的生命，咱有存在迄个爱伫咱的内面。所以这个爱是袂停止的，因为爱是神的本性，定定甲神同在。所以这个爱是其中这3项内面是最第一段的。所以兄弟姊妹，最后咱来学习咱讲咱真不配，咱无迄个无够热的听心，但是只有耶稣只有配迄个听心。如果咱将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内面，凡若是讲到爱咱将耶稣的名来推这个爱落去，咱感觉真适合。譬如说第4节讲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够有温慈，爱是无怨妒，爱是无自夸，无张狂，无做见笑的代志，无求家己的益处，爱是袂发生气
无真轻易啊，真熬法受记无计算人的恶，咱来将这个爱了换做耶稣的名，哈，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是有温足，哈，耶稣是无怨妒，耶稣是无自夸，耶稣是无张狂，耶稣是无做见笑的代志，耶稣是无求家己的益处，耶稣是无轻易发受气，无计算人的恶，真侪项。我等来将咱昨晚咱讲的耶稣是啥物哦，咱感觉真配，因为耶稣就是爱咯，爱就是耶稣的本性，是上帝的本性。好，但是咱是罪人，咱有无教育，咱真侪伫世间，咱有真侪亏欠，咱才将咱的名刻伫遐，还是将迄个我哩吼刻伫遐。譬如说，本来是爱是恒久忍耐，我是恒久忍耐，我是有温足，我是有袂怨妒，我是袂家己看家己，我是无张狂，我无做见笑的代志，我无求家己的益处，我袂真过发受气，我无计算人的恶。咱咧读册的时节哦，还是将你的名刻落去哦，咱感觉真歹势，因为咱毋是安尼啊，咱犯真侪罪啊，咱真侪亏欠啊，所以哦，这圣经啊，讲到这个爱，是要叫咱哋学习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你愿意一生来追求甲学习啊，求主帮助咱，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来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代志。主耶稣，阮的上帝，阮的救主，伊就是爱的源头啊，伊就是爱的本性。但是阮呢是罪人，犯真侪罪，真侪亏欠啊！阮无迄个爱伫阮的内面，阮人自私，阮贪爱迄个罪恶的代志，求主你赦免阮，互阮信主了后来追求、来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叫阮来伫世上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